后来继续来看，中华新港发生着死亡车祸，一个61岁男子骑电动机车，甲港方向的拖车交过，当场死亡。公里5公里外河美镇的宝华道路，11工前才有大货车弄死人。因为当地有真侪大型车往来这个工业区，居民烦恼行车安全受到影响，希望警方会当加强处理。拖车弄掉一台电动机车，骑士明显死亡。警方打拿下个布棚调查事故的原因。昨晚暗暝4点多，中环新港发生着死亡车祸，民众拢好惊到。爬救护车都有来，扁掉了，然后那拖板车，然后在那个钢铁的。机车骑士去互拖车交过，当场死亡。警方调查，两台车是共向，敢是因为视线死角发生异动，爱个调查。异影车与前方女性男子所驾驶之电动辅助自行车发生碰撞。调查的驾驶无啉酒，也毋过这台电动机车骑士无驾照。警方调查，新港乡拖车弄死61岁电动机车骑士这件车祸毋是个案。1月2号，5公里外河美镇滨海路边爆发，也发生着大货车弄死骑士的事故。11天内，都连续发生2件死亡的车祸。你这边是工业区啊，倒车的流量很大。民众讲，对河美到新港捷达，有真侪大台车出入工业区，那车流真多，真侪车的速度嘛真紧。希望警方会当实施科技执法，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